各位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，人生平安。真欢喜吼！咱今仔嗯，日搁要来继续讲顶礼拜的即个牧师甘哦。为林牧师，嘿，老师，你安知即个月即阵十月啊，对无？啊未啊，132当前的即阵即个月发生啥物代志？足重要的代志。嘿嘿嘿嘿嘿。因为我来考老师哦，观众朋友知影无？132当前诶，即个月诶，伫台湾吼，有一个学校哦。等下老师会讲着啦，讲着即个学校吼。但是即阵听讲已经迄个改做啥物启聪哦，但是启聪学校，启聪就是启聪，通迄个青梅做伙吼，有迄臭鱼人甲青梅做伙，创意人生命，这咱较少讲着呢吼，较少人嗯，咧关心遮个人。咱想诶，咱会关心遐个狗啊、流浪狗啊、流浪猫即类诶吼。但是咱想较少人咧讲着青梅吼，还是讲着迄个无臭鱼人钱诶，较无创意人，对对对。观众朋友吼，毋知影你诶边仔吼，敢有即款诶朋友吼？咱想咱即款诶朋友嘛较少吼。所以有一个牧师哦，伊为足远足远来，伊吼听讲伊到要转去因厝诶时吼，英国对无？迄阵吼伊啥英物拢无，国转去，听讲伊留伊个诶是，厝拢卖了啊，啥物拢无留互家己呢？为虾米有人吼为着台湾诶青梅遐尼拍拼吼？所以爱看到最后。即个牧师咱前礼拜已经讲，就是甘为林牧师吼，伊嗯真关心青梅，为什么伊要关心？因为有嗯一届就是伫北区溪教会遐时吼。伊嗯有一个会友，迄个会友叫做文王啊，伊是个少年人啊，看到伊身体也真好啊，真聪明啊，感觉是奇怪，讲伊两蕊目睭哪会拢无去？啊，咧嗯甲伊问讲，啊，你个目睭是出事的安尼嘛？啊，伊讲毋是诶，因为伊甲迄个咱前礼拜有讲着一个罗马，佫是做嗯官，迄个五嗯，仔撇。对，五有仔撇一个毛病，伊要爱啥就袂记啥，安那拢甲人欺负，佮甲放火烧教会迄个啊。嗯伊就是讲，你若得罪迄个无听伊诶话，伊就叫伊诶部下甲你掠咧，饲因涂骹，甲你诶目嗯，睭挖出来，所以变成哦，有真济人诶目睭都无去啊。因嗯，为拢互迄个罗马甲挖出来。啊是，迄个甘伟林牧师听了即个代志吼，真感觉真着惊啦，就讲安尼吼，伊一嗯定要替遮个人，遮个人因为若青梅足可怜伫台湾诶青梅，你看拄去做乞食以外要创啥？干那人共算命，你也袂晓算，对哦，做乞安尼拢袂当啊。迄阵拢是所以伊就讲青梅算命，哦。嗯，伊就讲决定要来为青梅诶人做一寡工课，因为是，本地咱奉耶稣诶名出来做工课，就是要关心遐弱势诶人，嗯艰苦诶人得着好，关家诶人得着自由，互无饭通食诶人得着饭通食，就是要安尼。伊感觉讲这青梅诶人无人关心嘛？迄阵台湾有15000个青梅人。无人关心伊，当然政府嘛袂关心，所以伊嗯就家己对因兜伊家己徛伊住诶所在开始来设立学校，来嗯设立来教青梅，互因往蒙诶来蒙迄个字，因若捌字，就会当即寡代志就会捌，是，搁英国遐搁有寄一寡迄用点字诶圣经。就是讲，你用青梅人用蒙诶就会晓，还阁有嗯设立迄个罗马字的台湾话罗马字诶嗯点字诶圣经，安尼吼。伊台湾伊话足够诶呢，听伊讲诶，是伊主要讲台湾话啦，甚至伊个为着台湾人写一本字典，到即阵还阁咧出版，
逐个人要学台湾话，爱去考一本册哦。英国人哦，英国人哦，1890年诶时哦，伊伫因兜开设学校啊，青美人诶学校。啊，伫隔年1891年诶时哦，伊就想讲因厝伤细间，啊，就租一间较大间诶，迄间较大间诶叫做红公厝啦。即个红公吼，就是为着要纪念一个大陆来，就是清朝诶官，迄个官足疼百姓，所以百姓就足怀念伊，啊，就起一间祠，也像庙安尼啦，啊，要纪念伊，啊，迄较大间啊，啊，所以巴吉咧，毋是，即个吼，即个甘伟林牧师就甲伊租一间吼，啊，就伊就开伊诶看板就写一个混古堂啊，伊就讲混古堂。要考观众朋友看会晓读无？古堂，混古堂，就是青梅啊。青梅堂啊，咱后中甲来看迄是古什么意思好啦。就是讲目睭无看见诶人啊，混古堂，啊，甲伊租5栋，啊，即个时阵伊有带500英镑来台湾。迄阵500英镑那是真济啦。听讲伊是走转去英国去募款诶。去募款着啊，伊就是敢若4个月迄个所在伫遐募款，募500块倒来。我咱即摆来看伊设立即个学校诶经过吼。伫1895年诶时阵吼，台湾毋是有一个叫做甲日本有签一个马关条约，啊，台湾就互日本管啦，日本就统治台湾。啊，日本统治台湾，啊，伊租5年诶时间拄啊到，所以伊就赶紧找日本诶政府，叫伊着爱接续来继续做即个青美人学校，吼。啊，日本政府啊，真听伊诶话，啊，感觉真好，安尼真好。哦，伊是一个有疼心诶人，所以日本政府就安尼来帮赞，就讲好安尼好。所以1900年，日本政府就正式接班。袂歹呢。即个青美学校正式接班。是。所以甘伟林牧师呢，为台湾诶青美人诶贡献真大，所以有人讲伊青美人诶叫做青梅之父啦。青美人诶老爸就对啦。啊，日本人因会肯定伊，所以伫办公室内底拢有挂伊诶图，啊，佮有赏伊一块勋章啊。因有足侪款诶勋章吼，咱毋免看，就是讲对社会、对国家有足大贡献诶人，才会当得到即款诶勋章。啊，就有赏伊叫做勋五等上光诶勋章。这是日本诶一款名啦，因诶勋章诶一款名。所以日本政府其实嘛有一点仔贡献啦，吼。日本政府算做伫台湾管诶时候，伊是专心要甲台湾建设落好。所以迄个牧师吼，无定是台语足通诶。伊个迄阵吼，对什物荷兰人吼，对，伊历史也足通。伊就是讲对历史诶感觉，啊，甲对社会诶保存。所以台湾诶历史吼，台湾诶历史拢毋是台湾人写诶，啊，台湾诶文字也毋是台湾保存，拢总外国人替咱保存。啊，台湾诶历史也是外国人替咱写。伫荷兰来统治台湾诶时阵，因为台湾无字啊，咱袂当创啥，所以因用荷兰语，甲台湾所看到诶情形拢甲伊写落来。啊，写落来变成台湾迄阵诶社会诶一款足好诶资料。啊，甘伟林牧师呢，为着要写台湾诶即款荷兰时代台湾诶资料，伊专工走去荷兰诶图书馆找资料。伊走去2届，有2届走去荷兰，伫遐专门研究伫台湾所存诶所有记录。
哦，安尼伊甲伊拼出来有关台湾的历史，都用英语写出来。遮个册日本人啊足重视，足爱遮个册，因为遮个册是写台湾古早所发生的代志，甲所有伫遮百姓的思想，甲因的信仰是甲因的日常生活，甲因的族群的关系，因的语言。拢总保留，所以大家找出来以后，就伊写真侪本册啦。较重要的是，有人翻做中文的是做素描火摩萨，就是讲素描台湾啦，台湾的素描这是个有荷兰时代的火摩萨，这两本册销路较好啦，一本拢好300块左右销路。因为有人甲翻译，那是陈伟林牧师写的一款台湾迄当时的资料。这本是老师写哈，这本下文音。迄本下文音的字典，因为你若要看台湾字，你要研究台湾字，就一定要有这本册啊。因为这本册写甲足详细。你想伊有15000字的汉字，伊收集汉字就是对康熙康熙字典对遐来抽出15000字，甲伊用台湾话写出来。伊无字，敢若有台湾话，毋过无汉字通写，阁有25000个。所以这本册内容足丰富，所以讲咱前间有读一篇，我有读一篇迄个巴克咧写的文章，伊讲我苦劝恁大家爱大声学这个字，这个字就是讲这款罗马字学以后，你若要搁学孔子字，安尼是真好，两款字拢是真好，毋过你要学孔子字，实在有较学。这款较紧，你3个月就会晓看，所以你甲看，伊这本字典是安怎写的？你若讲你已经捌罗马字，你看这本字典，你就会晓写孔子字，你就捌孔子字的意思。真简单，我有一个例咱后场我有，佮刷落一张，我有用一个例这个例，这是伫这本册这本册内底344页啦，我甲344页甲伊抽出来，甲伊拷贝出来然后我抽一字来，因为甲伊放大，你甲看有，我抽迄个尾仔第4字，迄字古，古拄咱今仔日来混古长的古，这个古伊安那解说，你看伊第一字，因为伊的顺序是照 ABC 安尼排啦。KLM 就安尼排过嘛，所以你要找字足紧，你要找有关古开始的古，遮个名你着找 K 开头的好足紧就找着，找着这字的中文是啥物，伊佫甲你写出来，中文叫做古，这字古是啥物意思呢？后壁的解说全部拢用台湾话。拢用罗马字，所以讲你若一定会晓罗马字，你要读孔子字就较简单咯。你若讲毋捌罗马字，要来读这个中国字，讲行真困难，因为每一字拢爱死背啊。而且古伊若讲目睭无动字，下骹我有用中文写出来，伊顶悬字典是拢用罗马字啦，毋过我甲伊翻做汉字，因为逐个人汉字看较有啊。伊讲目睭无动字，动字因较早咧讲的，咱即摆讲的动人啊，就是讲目睭人啊。咱台湾话爱是讲动字，就是讲目睭无动字，就讲目睭人无起啊。即款叫做古。若无呢，目睭有皮。有皮，伊皮就是讲咱咧皮，就是北部人讲啦，南部讲皮嘛。然后有皮打着，就讲有人目睭是安尼白白嘛，咱就一张皮白白的皮打伫迄个
顶悬啊，你就无看啊。虽然你有目睭人，毋过你有一层白白的皮搭咧，就是讲搭伫顶悬啦。啊，当然袂啊，即款有哪叫做鼓？迄是鼓鼓啦，迄是鼓的意思。啊，佫是伊佫有一个意思是甲官的名。中国中国乐官的名有一个乐官叫鼓，为什么讲鼓呢？因为中国人的意思是讲臭鱼人，毋係講鼓是目睭無看，目睭無看的人，就青眉人較認真啦，青眉人的耳孔較好啦，較來啦，所以你耳孔較來，就是會當做音樂啊，所以樂官的名是鼓啦，因為鼓。因是用即个鼓做乐官做名，迄是中国的，甲台湾无关系哦。人名古数，佫有一个人叫做古数，即那中国古早一个有名的人，就是舜啦，舜因老爸啦，人讲尧舜嘛，或者舜。因老爸叫古数。迄个皇帝因老爸名做古数啦。即个牧师真厉害呢，嘛伫台语足敖，伊诶孔子嘛是爱足敖，而且伊孔子个有哪爱读，那个台湾话爱作诗，台湾话作诗，所以有时我咧想哦，讲台湾的历史是外国人替咱写，替咱保存。啊，台湾的字也是外国人替咱保存。你台湾的图书馆找无罗马字啊？因为有一段时间是政府没收，拢甲烧掉嘛，所以拢总无。啊，你若要写即个字，变成犯法，啊，犯法足严重呢，你会当掠去关呢。啊，嘛会当互你加一个名，你着关甲一世人啊。所以即个字到目前拢无人会晓写。就是安尼无去啊！较早大家拢会啊，若毋是大家拢会伊出报纸是要互谁看？迄阵的教会公报，有无？府城教会报拢总用罗马字写的，规张拢是对头到尾。啊，伊出版报纸就是要互人看，啊，意思就是讲，啊，普通的人拢会晓看。虽然你看无公主字，嘛是会晓看白话字，就是安尼来啦。所以伊伫台湾40几天，真正是无一天是拍算的吼。而我伫遮吼，什么斯洛伐克语吼，学1点钟尔，我就听无老师伊讲啥，啊来伊个会当做字典，真正有厉害。所以即个就是伊的迄阵进口的。点字的物件，前面人咧读的册啦。啊，圣经咱即摆来看圣经的教示。圣经讲，我哋这是耶稣啦，耶稣甲你讲，我哋世间的事是世间的光。佮过第6节，约翰福音第9章第6节，这话讲了，就配烂泥土骹，用烂胶土，用土膏青面人的目睭，甲伊讲去洗伫洗了啊的地。即个是一个青眉人吼，伊去找耶稣，讲对，想要看见。啊，这个青眉是出世的青眉。所以这段圣经伫遐甲咱讲，其实人出世拢是青眉。你会讲，我都有看，但是伫遮咱来看圣经，就知影讲，伊所讲的青眉，讲你毋捌道理，毋知影人生是为虾米，因为伊是道路真理活命，你若是拢毋知，是毋是等于青眉共款？所以第39节耶稣讲，我因为审判临到这个世间，互未看见的人看见，也看见的人变做青眉。什么青眉？就是讲你根本就毋知影光是啥，就是讲人活的目的毋知，所有的道理毋知，人拢毋知，啊，所做的拢是犯法的。拢是互别人艰苦的代志，掠准你的快乐。那安尼是毋是正做社会？咱讲叫做败类啦。是毋是青眉共款？所以圣经讲，人出世青眉，即个互伊医好，即个青眉人伊出世的
的青梅。后来人家问讲伊为什么会看见，伊讲，伊就见证讲我出世的青梅，我即阵就会看见。讲什么人甲我医好，就是迄个人叫耶稣甲我医好。人有人就反对啊，就是讲有人要杀死耶稣嘛，有真侪原因啦。圣经有真侪原因啦。当然你若要爱知去看圣经就知啊。伊就讲，你若要信就信，毋信无法度。伊要军队出来，因就无爱。总是即个问题咧，甲咱讲一项代志，讲人爱了解上帝，圣经互咱就是甲迄个真理道路活命，就是光来互人。伊来是要互黑暗中的人得到光，看到光，所以伫青梅的人要得到看见，这是上重要。所有宣教师也是共款，宣教师到每一个所因用因家己的生命、家己的一生的所有的快乐，拢愿意奉献伫甲落寞的所在。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因为伊要互遐个人看到光，迄个光就是讲拿道理传互伊。所以，伊是互青梅人来得到光共款，所以光伫咱的中间，咱知影上帝就是光，上帝也是听。若是无光，若是无听，所有的拢是假。好，咱今日讲到遮吼。是，所以多谢老师吼。最重要的就是咱要互人看见吼，即个圣经上帝话是要互青梅的人看见。要互会看的人变青梅。会看讲，虽然你目睭有看咧，毋过你心内已经青梅。这个是咧讲心讲诶，一个人诶心来讲，就是灵魂来讲啦，指灵魂讲。是，所以咱相信，观众朋友来听诶人，拢是看见诶人，拢毋是青梅，会记甲家己饲一个赞吼。咱即个节目呢，就是希望会当用闽南语来讲历史，来讲台湾历史，嘛是讲圣经吼。上帝对，就是讲家己诶话家己讲啦，台湾话家己讲，毋茫别人讲啦。家己诶历史家己写啦，家己诶历史爱家己诶语言、家己诶文字，拢家己来培养，家己来保存。若阵外国人遐尼认真吼，咱爱搁较认真吼，来认捌咱诶故乡，认捌咱诶历史吼。后礼拜一个下暗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来我即阵伫澳洲吼2:10。我昨昏其实有遇着迄个啥物青梅人，伊有看见，伊甲我诶包仔客去，所以伊敢是青梅吼，嘛是算是青梅吼。毋知影别人安尼做艰苦。是，所以咱爱祝福遮个青梅人拢会当看见吼，嘛祝福观众朋友哈，边仔诶人呢拢是有看见诶人吼，有真理诶人吼，会记家己饲一个赞，多谢恁来捧场吼。我来看觅下，明辉讲啥物？求主开咱诶心内目睭。阿免咯，对，无对啊吼。上帝吼，你若感觉讲，足侪代志看袂清楚诶时吼，你会当来附近诶教会来找求即个上帝吼，伊会互你看见足清楚诶代志吼。好，安尼多谢观众朋友，多谢老师，咱后礼拜再会，平安。